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大家在连续假日当中都有美好的这个活动跟亲人的相见看到我们圣歌队还有乐团他们美好的服事，让我一个感动。记得牧师在乡下的教会成长，当时呢教会的服事呢真的是缺这个缺那个，所以以前常常有一种心态，觉得说有人要服事就很好啦，这个台语说无鱼黑马后安尼哈。那后来我们才慢慢看见说，神的圣工不是这种态度，是要专业的侍奉，要精益求精的侍奉。我们从圣歌队，我们从乐团，他们努力练习排练。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也是这样子，而不是存着一股那洒劲就要传福音，要像我们幸福小组一样，努力的预备，努力的演练，因为是为了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感谢主我们借由乐团还有圣歌队带领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敬拜。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美好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在连续假日当中也不受时间的影响，我们能够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享受神从天上来的赐福，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属灵的激励，特别是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倚靠主，我们仰望主，我们信靠主，我们因你的慈爱，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暗中做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圣工，祝福的圣工，保守的圣工，神迹的圣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真正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圣歌队跟乐团他们有2堂的服事所以他们第2堂服事完，他们会先休息。感谢主，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叫做安稳喜乐何处求。换句话说，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希望安稳，希望喜乐，但是这个安稳跟喜乐从哪里来，那就是一个大哉问一个大哉问。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应该你也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了我每天早上都会接到很多好朋友，特别是长辈，他会贴一张早安图。我们现在有一个名称叫做长辈图。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长辈才有这个呢？年轻人难道不需要吗？那长辈图几乎图片很漂亮，对不对而且那个文字也都字字斟酌了，非常的有意思。你如果有空要看我想这个是人的常态，因为希望一天早上接到的是很祝福的这个话语美好的图片。那我们可以看说，安稳喜乐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没有人想说这个跟我无关。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知道我需要我也要求但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要借由这段经文，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这个真正在主里面得着安稳跟喜乐最确切的方法。安稳喜乐何处求？我们读了2段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先把这些经文跳过我们直接从里面的内容来做一个复习。诗篇5篇第7节，他这样讲说：人所以能够进到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楼上楼下还有包括小朋友，能进到圣殿礼拜，你有时候你会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今天会来？是因为习惯了，是因为来这边教会的环境还蛮舒适的来这边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或是为了来见好朋友或是有时候牧师啦、长职啦、小组长在催你说，你怎么都没有看见你要来也许这些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啦。但是我们来看看诗篇的作者他怎么说。他说：人能够进入上帝圣殿中敬拜，是因为他的怜悯是他的慈爱的，他恩典给你，才有这个恩典来进入神的殿中哇，那个态度就很不一样了。我们之前台南又被我们所谓的那个什么米其林宣布说，台南有好几十家
1、20家啦，什么必比登推荐的，哇，包括那个路边摊的美食，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牛肉汤哦，哇，大家都赶快去找到底在哪里想要去尝鲜一下。这些广告的效应，很多人就去排队了，真的，国华街常常像这种假日就是排队店很多呢，因为里面有你喜爱的美味，你想要去，所以不要人催你也跑过去。跟谢牧师常常在以前很多朋友当中很有趣有人为了要吃一样东西跑到布袋有时候跑到台南的偏远的那个港口，说为了就吃那个味道这样子。人为了喜欢的美味呢，到再远都跑得去，他觉得有价值嘛，他觉得物超所值他觉得有意义嘛。那问题在于说，我们来上帝的圣殿，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诗人给我们提醒换去一个角度，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话语来讲说，是上帝爱你，你才有这个机会来耶，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以前呢，曾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比较骄傲一点长子常常催他说：“你要来做礼拜啊！”他就来到他面前说：“我今天给你面子哦。”好像觉得我来好像你要感谢我的样子。人的心态百种没错，但是记得来到上帝的殿是因为上帝恩典。你如果存着这样的心的话，你会发觉说，哇，在上帝的殿中圣经说比1000日在敌人帐篷下1000日还更好。所以因为这样子，诗人用这样的态度，他们觉得在主里面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他就用恭敬的态度、心存敬畏的心来敬畏主。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从开始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在流眼泪了，因为圣灵触动了他，感到说我是何等的恩典，能够在这边领受神的福气。你唱每一首诗歌，每一个吐那个气息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就一直在感受到神的祝福了。没有的话，心思乱飘乱跑，还在烦恼外面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你那个心思没有跟神的爱、圣灵的爱连结在一起，你就感受不出来。那这个是到主面前敬拜的态度。然后他说，在下面的第11节，他说：“得到上帝庇护的人要欢呼歌唱，因为主而有喜乐。行事正直的人有主的怜悯，像盾牌般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喜乐安稳，从这边看到一个方向啦。因为有神保护你，所以你就会欢呼唱歌，因为主而有喜乐。很多喜乐，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得到。有人可能去郊游，或是去运动，或是去唱卡拉 OK， 什么都可以啦。但是那种喜乐是不是持久的，是恒久的？然后诗人说：“我要得的喜乐、欢呼歌唱，是因为上帝保护我，我非常的安稳。”另外一个，他说行事正直的人，换句话说，你做任何事情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人，他说主会保护你，像盾牌一样，你会被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见一个有平安跟喜乐的人，是因为他敬拜主，他追求主，他因为行事正直，得到上帝的庇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恩宠是怎么样呢？上帝慈爱，能够在他的圣殿中朝见敬拜他，因为有主的保护，我们就得到安稳。当你存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来到教会，你就真觉得说，每一个时刻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在暗中已经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连结了。你知道你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了。你的心思意念，因为感谢神的慈爱，然后那个喜乐是从暗中给你的，你会觉得心是被保护的，心是被照顾的。所以我们对应上个礼拜，我们也一起读过相关的经文他上个礼拜的我们的信息说，上帝要求的敬拜是什么？他说：“我看顾谦卑痛悔的人，也喜爱听从我话的人。”那跟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呼应我们说，
你用感恩的心，你因为上帝丰富的慈爱，用感恩的心进到圣殿里面，你就可以领受这种美好，得保护、得照顾、得平安、得喜乐。那上帝说，向我们谦卑求主怜悯，我们喜爱听神的话，就是一种得着平安喜乐。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接下来看到保罗用很实际、很白话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说：“你要得喜乐，来就这样做哦。得安稳喜乐的途径是什么？”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要，意思是说你要决心要常常喜乐。第二个，要常常祷告。”而且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16到18节。那保罗用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得安稳喜乐的一个途径。我们是先想到说，其实我们人生非常短暂的，其实人生很短暂，所以你要做一个宝贵的决定，因为时间很短暂也很珍贵，所以你要一个最棒的决定，就是说，我要活得快乐，或是我要唉声叹气。看起来好像这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奇怪。谁不喜欢快乐呢？喜不喜欢安乐呢？但问题在于说，保罗是用一种命令的口气说：你要决定，你要自己决志，我要快乐。那看起来好像又是多此一举了，谁不喜欢？问题在于，重点在于神的恩典跟旨意。我记得刚好前几天因为要参加中会的一个就是我们台南市的教会的一个开会了，要跑到新化去本来有事情不能去，突然间想到说这个教会的事情挪开了，我就去参加。一看到那边，因为新化教会刚好在大马路的前面没有什么停车位，又碰到有熟人就赶快找位置要停车，因为地方不熟悉嘛，开车就想要说要靠边一点，才让人家可以出入。没想到一看，哇，咔了一声就发现说那个车子的那个前门呢，就稍微去卡到人家他们前面有一个柱子嘛，在挡住这个外面的车子怎么样？就滑了一下，哇！突然间整个心情都荡下来。我说：“哎呀，要来开会这怎么刚碰到这个事情看一下有很多刮花的了但是要开会就赶快上去了。我就一直心情觉得很沮丧，说：糟糕，我要开会，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情？那刚好突然间我就想到说：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道吗？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就觉得说：上帝这个是你给我的操练。牧师还没讲到，先练习了。我就跟神祷告说：主我又不是在危险的当中开车跟人家会车撞到，只是滑了一下，只是麻烦一点要去给维修厂做一点处理就好了。突然间心情改变之后，我就心情就不再那么样的困难。不然我一直想，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有不必要的失误会觉得很懊悔，对不对？但是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自动他的心情就改变了。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情，不好的事情一定非常不快乐，怎么样？但是重点在哪边呢？重点是你把事情拿到神面前，神就会用他的方法，让你原来是沮丧的这个觉得很多心情难受的，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以命令的口吻，他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和合本的，我们常常在背的我们再来练一次好不好？这个绿色的字，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我们说这些已经让我们老生常谈了，讲太多次了，背太多次了。但是问题在这边他的话语里面藏着密码。什么密码呢？意思是说，这个事情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没什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保罗说，
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他说，神已经旨意要你常常喜乐，不是我们想要喜乐，是神要你喜乐。那问题在于你怎么得到？他说，这是属于基督的人，你要先确定你有没有属基督。当你属基督的时候，神给你喜乐是自然而然的事，是确定的事，因为它是旨意嘛。旨意是以前是那个皇帝才会下指令啊，下旨意啊。那神的旨意不是更大吗？好，那这3点虽然看起来老生常谈，但是里面充满了智慧啊跟恩典。第一个，要常常喜乐，要常常。那问题是说，我不常常怎么办？我平常就是很忧郁啊，这个忧郁小生啊，怎么办？但是他要常常，换句话说，是神的命令。我要朝着常常喜乐的方向走，是神要你这么做。所以换句话说，喜乐不是来自环境，而是来自心境啦。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让你天天喜乐，除非说你什么事都不管，你是一个有责任的心的人，你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或是你是一个责任感很重，或是说你做事情很细心，都会有烦恼。但是说神要你立志，你要从你的心境开始。所以基督徒有责任跟选择权，就是你要立志过快乐日子。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即使你活在一个很忧郁的环境、很困难的环境、很挑战的环境，但是你就说：主啊，我要过喜乐的人生。那这个就是一种能力的得着了。那我们都在读历史都知道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法国的皇帝，但是他竟然他在自己的话语当中说，在我的生命中找不到6天快乐的日子。他就说这个叱咤风云的一代那个枭雄或是一代的领袖，他竟然说我不快乐。但是对比美国一个出名的教育家，我们都也是很熟悉的海伦凯勒，他却常常在他的文字当中写说：我发现人生是如此的美妙。看不见又听不见，竟然说人生是如此的美妙。我们从这2个极端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人对生命的诠释，看到一个真理：你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你就看见你的成就在你身上，在于你自己。我们也常常我们最近在幸福小组，对不对？我们常会用那个利克福泽这一位没有脚的澳洲的一个布道家。他竟然在什么都缺的情况下，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快乐。所以重点是在于说，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生活当中，困难处境、挑战、失败、失志，这个是人之平常啦，十之八九啦。问题是你怎么下决心？你怎么跟主来得连结？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说：要信靠主得喜乐。你要先有信靠，不然喜乐就得不到。信靠主得喜乐。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所以这个又找到了。你因为信，这些就得到了。他说平安喜乐，而且充满你们的心。感谢主，我们看见说人常常我们听到一句话说自寻烦恼。我们常常听到一句成语叫杞人忧天，对不对？很多事情因为你自然发生那一种不必要的担心。有人会担心台湾的疫情，有人在担心说中国会不会打过来，飞机今天会来几架这样子这个是人之常情啦。但是请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即使在这个不是很确定的环境，我们看到现在有极端的气候，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战争，因为极端气候，那个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是缺粮的。前几天我们台湾还在有人在讲到说，糟糕，因为有新闻在报道说台湾在存粮，那个农粮署赶快出来澄清说，我们的稻米可以
足够1年吃，还吃不完。换句话说，很多挑战跟忧虑是存在你面前的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忧虑是避免不了，所以我们才要靠主啊。如果你靠自己，你常常被这些外面的现象就搞乱了。所以，他叫我们要第2点是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和合本的，就是常常就对了。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愿意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交谈呐，祷告就是跟上帝交谈联系，目的是向上帝怎么样？有感谢，有赞美，也求宽恕，也求恩惠。感谢主，我们教会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就推动一个 RPG 的祷告。基督徒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祷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非常有这样的属灵的能力。而且我们就有群组的祷告，我们用线上的祷告，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一个中保代祷我们的一个代祷团队我们的守望祷告都非常非常的活跃。换句话说，大家已经领受到那个祷告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常常在每一期的代祷团队，这在4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弟兄姐妹出来做见证，那个是点点滴滴如花香满径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确认，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祷告，你跟上帝疏远是因为怠于祷告、疏于祷告，那就跟上帝疏远了。那这个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有人会有这种感觉说，我平安无事干嘛祷告？我天天很顺利耶，我最近钱赚了很多，为什么要祷告？其实我们都误解了祷告的意思。因为你要跟上帝谈心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件事情在筹划，一直在想要怎么做，你可能会找朋友，或是找你的长官，或是找你的闺蜜，谈一谈，慢慢理出一个头绪，对不对？但我们都不记得把你的事情跟上帝讲，你会发现说突然间，一个亮光出来，你在里面中的一些困扰解决不了的，突然间亮光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当孩子的要跟父母亲讲话，不是为了缺钱才去找他。我们在这个连续假日，很多弟兄姐妹为了回去看长辈，他宁可塞车就用心的要去跟父母亲讲的话，让他们觉得说我很好，那我回来关心你、祝福你。其实神就是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不是有事情来找他，或者说走投无路才要找上帝，是像孩子跟父亲谈话。因为当你做一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头绪，你很多的思想思考就会慢慢清晰起来，意向会明确起来。你解决不了的事情，神已经替你指出一个方向。那就是一个祷告的益处啊！你不是说每天无事干吧？你天天有忙，因为越忙才要跟神讲，因为神会帮你理出来，比请教一个专家还好。所以另外祷告一个需求就是求宽恕，同样跟前面讲的一样，每天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省察自己，不是说一直讲自己的不对啦。宽恕的意思也是在检验自己，也许我做什么事情做得不顺畅。我处理的不好，求神怜悯。在求神怜悯的时候，也在跟神祷告说，让我有更好的智慧、更好的能力去化解这一些。不完全是好像做错事啦、做坏事啦，去污蔑别人那种求赦免呢，是因为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你感到有些事情不是很顺畅，不是很完美。神啊，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改善的？这个都是在神面前最美好的祷告。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求神的恩惠，将自己所需要的，这是我们常常做了，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所以要常常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类似在充电一样。我们现在很多的
用品呢，都需要充电。现在我们的汽车也都可以充电的。充电的意思是要跟这个能源连接在一起。我们跟神祷告就是在充电，是有信心不灰心，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祷告充电的意思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在 update， 对不对？你现在很多3C 用品啊、电脑啊什么都要更新呢，不然的话软体都不能用。我提过说我在用手机呢就很省嘛，就一直想能用就继续用。现在苹果出新手机了，他就告诉你说你这个手机不能更新的，因为你的软体、你的硬体没办法接受我新的软体，那只好每一次要搜寻的好慢啊，逼着你要换。好，现在我们跟神祷告，就是你天天你的手机要充电，不然你就不能用啊，对不对？但是你祷告就是跟神连接，领受最新的软体，最新的运用、最新的祝福、最新的讯息，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凡事都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用一句圣经来印证，耶利米书32章的17节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神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因为天上的父亲，他是万能全能的事，全能的神。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依靠？还是自己忙半天搞错了，方向错了，软体没有更新，做不了事情。有一首诗歌，祷告的诗歌说：“多祷告就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我们是因为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做祷告。第三个是凡事谢恩的哈。凡事谢恩大家也都知道很清楚，但是请记得后面这一句话，说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那就不简单了哈，对不对？哇，你很顺畅啊，孩子考试考得很好，考上好的学校啊，我的工作很顺利，我的先生事业也做得很通顺啊，感谢神，那谁都会感谢。问题重点在于说，生活中的平安并非全是理所当然。你会为每天所拥有的健康、所做的事情向上帝祷告，学习懂得感恩。但是问题在于说，遇到困境的时候还要祷告，那就是很奇妙。我说里面藏着密码。有一位90多岁的基督徒他因为肺部不舒服，所以就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做处理。肺里面有积水，把它抽掉了，然后还要帮他装呼吸器，让他顺畅一点，而且还告诉他说：“哇，这个有氧气要花很多钱呢，要花一点钱呢。”然后等他好的时候，他一种感动，他说：“90年来我都不晓得，我必须为自己能自由呼吸感谢神。”身体不好的时候，竟然吸一口气都要花钱的，而且又很不舒服，因为医生要把它插管，鼻孔很难受。换句话说，我们能自由呼吸，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发现说，当你不能呼吸的时候，能够有一口气在，那是真的多么的重要。早期台湾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因为物质很欠缺所以有一首谢饭的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有人能吃，没有饭；有人有饭不能吃。我今有饭又能吃，感谢上帝大恩典。”这些话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了，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是饥荒的，缺乏粮食的嘞。那问题在于说，当你用这样感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餐很好吃啊。有人能吃没有饭，饿了但是没饭吃；有人想要吃但吃不下，我有饭又能吃，那多感谢所以换句说，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要安稳喜乐，是因为你找对了正确的观念，或是找对了心情。牧师以前常常有机会去韩国访问韩国的基督徒他们就是
一个祷告的一个基督徒，说祷告的生活，他们一天到晚都祷告，开车啦、出发啦、平安抵达一个地方啦、进入礼拜堂啦、客厅啦，甚至喝一杯水啦，无时刻不祷告，是因为他觉得把祷告已经跟神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了。他说要凡事谢恩哈，凡事谢恩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顺境感恩啊，没有什么奇怪。那重点是说，不止在顺境要感谢，而且他说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那换句话说，逆境中仍然要感谢。这句话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甚至都会背的。常常我们会写一段经文送给别人哈，我们说长辈图也是都用这个话。但是我发现说这段话有一个很奇妙的密码，怎么说呢？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其实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果关系非常清楚，很简单。你骑车过马路，你绿灯大概就比较安全；你红灯闯红灯，那问题就来了，因为它就有因果关系嘛。我看到一张一个好搞笑的图卡，就是人家跳八扎将的有一个穿那个孙悟空的衣服站着刚好要过马路了，他好像就是在游行那一类的要过马路就站在一个警察旁边被人家拍下来，这上面就提了字，说孙悟空就问警察说：“警察，请问要往西天要怎么走？”往西天取经嘛哈。然后那个文字写警察说：“你红灯走过去就到了。”那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因果关系我们都很理解，特别是研究科学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这一个经文的重点在于，神会改变因果关系，对不对？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你在炎热的气候下就会流汗，你在冷气下就会很舒服，这个都是一种很平常的道理。但是他说，你遇到任何困难的事，因为你爱上帝，那一些自然定律会被改变。神迹就是自然定律被改变嘛，对不对？基督徒领受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大的祝福，他说你爱上帝，你会得益处。换句话说，负面的因素让你变成正面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故事他在提到说，英国在早期非常热衷传福音特别是到非洲来，我们台湾也都是。一个青年他现身当传道，但是没想到他在忙着出发的时候，不小心跌到月台下，哇！火车来不及停了，就碾断了他一条腿。哇！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大的震撼他要现身来传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子？但他没有影响到他传福音的决心。他到医院去，早期比较没有像现在的义肢那么的漂亮，那么好，那么顺，他就装了一只橡皮的义肢那就到非洲去了。没想到他所去的部落附近有那个食人族哇！有一次他因为传福音就被抓了，哇！食人族就是把人肉当山珍吧架呢，知道？那怎么办？看到这个年轻人哇，皮肤很白皙一定很好吃，胃口一定大开了。但这个年轻人在混乱当中安静下来，神给他一个智慧，他是主动说：“来，你们要吃我来的刀子给我。”这样子，他就把那个义肢那个橡皮义肢切了一块，来，请你们吃这样子。那个黑人就发现说：“奇怪，怎么那个脚切下来就没有流血大家就抢着去咬一口，发现说：“哎呀，这个好像绝辣一样，根本没有口味，又咬不动。”那所以后来就释放了他这样子。那这个年轻人他在做见证说，有时候失去了并不是完全失去，因为神在那个危急当中，因为他的意志救了他一个命。基督徒常常会在那一种两者衡量当中看见神给你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是定理。但是神要给爱他人得益处，
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愿神给你这样的力量。要先爱主才会改变这个定律哦，不是这个定律因为神给你改变，是因为你爱主。我们等一下要唱这一首回应诗，感谢神。这首回应诗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写哈，它里面有一句话写的让我们觉得很大的感动。他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这一句话没问题，但是第二句怎么说？感谢神，未蒙垂听，也感谢。什么情况都愿意感谢，未蒙垂听，却因为你仍然信任，就感谢上帝。这个就是成熟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好，话讲到这边，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很理性思考的人，你会觉得说，牧师你讲这我都知道了，但是这个逻辑思维不对，我怎么做得到这样子呢？很多老一辈人都了解一本中国的小说，就是民国初年一个鲁迅的小说，叫做《阿 Q 正传》，有没有听过？《阿 Q 正传》啊，那一本书曾经轰动了全中国，甚至跟共产党革命都有关呢。啊，那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个阿 Q 哈，他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样的为难，他就是要叫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反正就是说我被欺负了，哎呀，我就用别的办法来把它压过去，那种委屈或种羞辱这样子。其实有些人会笑基督徒说啊，你们也是这样子的，好像精神胜利法，其实不对，因为那个是阿 Q 是用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来克服它，但是基督徒是因为借由神的力量，把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所以我们常常会参加一些我们所谓的潜能开发，对不对？有一些激励人心的一些演讲，哇，有时候要花很多钱的。现在美国很流行那个新世纪运动，对不对？他们认为你有能力，你自己有觉得能力改变自己，看起来好像哇多么伟大，人可以成为神，但他说缺了一点，人的软弱，人的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克服。基督徒不是阿 Q， 基督徒不是精神胜利法，基督徒是因为有伟大的神可依靠，所以我发现这些自然定律会因为我爱神得改变，因为我愿意跟神用感恩、用祷告、用喜乐来克服这些困境。弟兄姐妹，愿我们跟上帝立约，因为骄傲的人他们不懂得感恩，但是我们跟上帝立约，就是有决心、毅力，遵行这3个原则，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做一个欢乐、欢喜过日子的基督徒。感谢主，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不是靠你，也不是靠潜能开发，也不是叫所谓的成功的理论，这些可能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是记得，因为你爱神，神是因为在你暗中行了神迹，神在暗中为你除去一切的阻挡，所以我们说要靠主来宣告，就是这个意思。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刚刚念的那段歌词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唱2节就好哈。有同工也可以帮忙拿麦。